心收紧收紧，不知道该哪发力呀，你得把注意力放在这儿，学会控制。还找不到发力感，会咳嗽吗？啊，手放这儿，咳嗽2声，手往里挤。哎，这样能找到发力感，站着是会了，躺着行不行？这样还行，但我一伸直就这个腿在用力了，腰部贴地。核心是个圆柱体，像小可乐罐，肌肉越强，可乐罐越硬。核心收不紧，就像可乐罐泄了气，一捏就瘪。所以我在动手动脚的过程中，需要腰部贴地发力，去抵消四肢带来的晃动，这样才能稳定核心。没错，在人体生物力学领域叫做